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廣播道逸龍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個逸龍嘅單位係位於5座，實用面積1489尺。入門口嘅位置已經見到業主係做咗一排鞋櫃同埋儲物櫃，之後呢，就到咗飯客廳嘅位置，佢係成長方形嘅。樓底咁高，可以安裝一個好豪華嘅吊燈。單位呢係附設露台嘅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前面浸會嘅球場同埋九龍塘一帶嘅遠景。原裝4房雙套嘅間隔，業主呢就將主人房同隔離嗰間客房打通咗。主人房景觀同客廳一樣，同樣望返九龍塘遠景。打通咗主人房，令到呢一個房間嘅可用面積更加高。靠牆位置仲可以做到一大排嘅入牆衣櫃，仲有呢一個指定嘅衣帽間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採用雙星盤嘅設計。除咗係有電熱毛巾掛架之外，沖涼嘅地方呢，浴缸同企缸係分開嘅。另外2間睡房呢，就係靠近飯廳嗰邊嘅。首先介紹呢一個小套房。小套房浴室有窗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另外客房嘅面積呢，亦都相當唔錯。2間睡房景觀係望返屋苑內園泳池同埋廣播道樓景，客廁儲物空間相當充足。依家我哋就係睇單位嘅廚房，廚房設施齊備，配備各類型嘅廚房電器同埋煮食爐具，備餐同埋儲物空間相當充足。廚房對出呢，就係單位嘅工作平台。另外設有工人房，工人呢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